手把手祷告手。我们看到做的这是我做的容器，让我想到圣经当中有一句话说：我们有那宝贝在我们的容器，是要显明神超越的能力，是属于神的，不是我们的哦。我本来也认为我自己不是什么都不是，但经过很多上帝的手，使我真知道，虽然生命是坑坑巴巴，但这坑坑巴巴确实能够保留神的恩典。好不好？我们一起今天来分享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怎么样找到我们自己神用我们的这个容器呢？我们到底是盘子，还是杯子，还是我们是一个小碟子、小汤匙呢？还是一个小圆筒？不管我们是什么，只要是容器，我们都可以装到神的恩典哦。来分享一件你怎么发现你自己是什么容器的，献上感谢。第二件事，你身边有没有的人还没有找到自己在神的面前是什么容器的呢？一起来分享哦。手牵手，彼此的手。